台南市教育局政风处经过10天的相关人员访谈，调出影像档案，完成大湾国小学校午餐食材采购验收调查结果。那么一直以来，针对学校午餐的制备，我们是有一定的作业的流程。那么对食材的管控呢，也非常的严谨。肉品呢，还有鱼类，也都会闻一下它的味道。基本上由我们一些所谓食材验收的标准，来提供给负责验收的人来做这个餐具。教育局将对4项调查做结论，解说学校伫个采购的定数顶面有瑕疵，但是无验收不实的情形，也无发现有不当的外力介入。议员所公开品质不佳的食材相片，是学校退回相片。113年4月9号所拍摄的这个他所谓的长豆的部分，这个部分，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，我们后来就去翻阅了，查到的是说，这个是属于111学年度的东西啊，因为学校这个验退，他有拍下照片，然后有登录，有做一个记录表，强调烂掉的食材无煮予学生食。将近2400份的午餐，师生拢无反映食材品质不佳的问题，只有讲当天无肉类的主食，学生食了较少。教育局会搁再持续深入的调查，必要的时阵会移送检调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